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会真欢喜；你的嘴若讲正直，我的心会真快乐。三甲来吟诗圣诗第4首，天的万国众人着听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第一节。咱游玩起来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比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是一个死埋葬荣府。第三日对城中告我。上天哪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去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国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咱来看今仔日的课用，帖面36篇详细经言第8章，我来刻会将来印，着听智慧咧叫，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，智慧伫城门口，众人啊，我咧叫，戆直的人啊，着学识精明。着听我要讲好的事，伫创造的起头，上主先做我。伫天起头，伫
伫创造世界以前，我出世的时，犹未有深冤。我出母胎的时，大山还未受造。迄时大地甲千岭犹未创造。还未安伫江窗，还未伫地海面画地平线。伊伫空中布置云彩，甲海界线，互海水翻过界，互大地落地基。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，甲你互伊欢喜。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。甲我的囝着听叹我，着听教时代得到智慧。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。找到我的人，就是找到性命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全能听谈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伫你神圣威严的造前，阮额头阿罗敬拜你做天地主。万项米属于你，万项米对你来，万项米归于你。全能稳定的上帝，阮是你卑微的奴仆，用谦卑、诚恳的心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、仁慈互阮，搁互万人。阮感谢你创造阮，保护养饲阮，搁将各项的福气赏赐互阮。感谢你无将真的仁爱对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类，阮诚心感谢你。但阮将本身献互你，一世人伫你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。至圣全智的上帝，你保守受造的万物，管理因的行踏，互阮会当安分守己，听厝边亲像家己。照你的福音来兴起一切的事工，伫阮劳动的时坚强阮，伫阮娱乐的时圣化阮，伫阮困难的时引带阮，伫阮危险的时拯救阮，伫阮忧愁的时安慰阮。愿你的恩典补足阮一切的欠缺。阮的主，你是全世界毋望，伫即个疫情严酷的时阵，特别伫桃园的所在。求主你来保守阮的国土，阻挡一切侵犯阮幸福的势力，互国家甲人民日日来那昌盛。恳求你赐福每一个家庭，做因的保障；赐福每一个青年，互因有得到完善的培养，感化你所听的教诲，洗清伊一切污秽。恳求你用你的慈爱拯救阮所听的人。恳求你消除阮中间怨恨、三对立的心，互阮会当诚心来为着你来求福气。主啊，伫阮这个时代，互你互万世界来和平。愿主你保守阮地那每一个人。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。阿免。咱来看上帝的话。伫咧《传道书》第3章第1节到第13节，和合本796页，汉语本728页，奉主的名。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时会期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，有出世的时，有死的时，有灾情的时。
有挽出所栽种的时，有胎死的时，有医好的时，有拆毁的时，有起造的时，有啼哭的时，有好笑的时，有哀惨的时，有跳舞的时，有喝石头的时，有捡石头的时，有通抱的时，有唔通抱的时，有吹着的时，有失落的时，有保守的时，有放杀的时，有疼你的时，有保甜的时，有静静的时，有讲话的时，有疼惜的时，有怨恨的时，有交战的时，有和好的时。做工的人，伫伊所劳碌的有甚物利益啊？我有看见上帝所互世间人的劳碌，互因伫因中间来练习。上帝造万物，搁照伊的时代诚做美妙，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，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。人袂会切倒伊。我知对中无一项较好，伫一生快乐，搁行好。13节，搁人人也食也啉，伫伊一切所劳碌的来享福，这也是上帝的恩赐。愿主祝福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赞美，有一位救主。
正道，咱你要传讲的信息是上帝的恩赐，请陈牧师。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，搁一摆有机会来到咱桃园教会，来参加和咱敬拜，来分享上帝各项的恩赐，甲伊宝贵的话语。伫马街工作，常常吼爱做代打牧师，教会拢会想着讲咱即摆牧师有代志。所以马街遐牧师爱叫来帮忙，所以即摆佮听到讲爱来帮忙的时，我拢会大声想，我要去桃园教会。即阵我捌的人，捌无亲，我要甲因讲啥物？我拢会为着安尼来祈祷。有当时会想讲即摆拄是啥物时阵？什么款的状况，因会想到什么，我爱讲啥。所以即摆吼，我心内有两个题目，一个就是咱今仔日看到的上帝的恩赐，一个吼是阮病院的医生甲牧师挑战的，讲牧师，即摆安尼的疫情，你要讲啥？我想规半补全甲因讲，疫情时期生活信仰，我伫即两个题目中想来想去。不过我的问题常常吼，人若甲我讲牧师，你爱来讲道理吼，我拢袂堪要当足久的。所以一礼拜就甲单张落回讲，我要讲这题目，选今仔这个题目。迄若讲，互我搁等甲顶礼拜，也是前礼拜才选的时候。我会选另外一个题目，不过牧师就爱甲咱即摆所拄着的情形，原来爱小讲起一下，所以我用上帝恩赐这个题目，要来和咱想，伫传道书这个内容，咱真熟悉，伫遮伊咧讲起。对咱的启示是甚物？咱拄则师会有带咱读一遍，咱较听会搁转来想。传道书，互人归类做智慧文学，是人对家己的生命，伫生活的中间，对人生的意义所领受的，来想着上帝。通过安尼，要甲咱启示什么？所以，传像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这个，拢互归类做智慧。上帝赏赐予人的智慧，对人真实际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拢经验会到的，来想着人甲人，然后想着上帝通过安尼，甲咱启示什么？所以，这叫做智慧文学。伫诗篇、伫个箴言、伫传道书内面，咱看足济。所以，伊真正是人甲人、人甲上帝关系，咱所领受的启示，咱所领受的智慧。到底生命是甚物？咱会通想。看会到的即款自然界的生命，但是有当时咱要想一个主题，爱用无共的文化来想看卖。所以咱若想着生命，咱就想着什么？牧师要请咱大声跳去英文，英文的生命叫做 life。你若将英文佮改翻译转来中文。你会安怎翻译？请你唔通讲，就生命 ，life 佫会当想到什么？生活 ，life 佫会当想到什么？人生。所以其实生命所包含的逐日的生活，
生命所包含的，嘛是咱真正知影上帝创造咱即个身躯，但是有当时咱会去想着，搁较深人生的意义。所以，咱要对安尼角度来看，拄则迄张圣经，迄个智慧文学所要启示互咱。伫遐，若真正咧讲的是人生会去拄着遮个代志，所以迄张圣经咧讲，有时生，有时死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汉字是安尼翻啦，咱安怎来翻译？其实，伫英语的翻译的顶面，甲原来的希伯来文是较歪的。英语安尼翻译讲 ，a time of， 有一个时阵有生，有一个时阵有死。伫希伯来文顶面，就是安尼，每一个一开始就是有时安尼。伊咧讲的，其实就是人生这个过程中间所会拄到的逐项代志。人生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毋过，伊是单向，是弯位，袂通翻倒头。所以人生也是有分阶段性的。咱亲像安尼，每一个人拢会经过婴儿、幼儿、儿童、少年、青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。你即马毋知？行到叨位，你经过有偌济人生的经验，每一个人拢有迄个经验，讲若搁互我会通翻头倒转去吼，我要安怎做选择？但是人的生命无法度翻头倒转去，毋过咱原来会通翻头来看，然后来学习，所以差不多人的生命。会是安尼的过程。拄则咱所读的圣经，原来互咱一个启示：每一个人的人生生命的过程，事件甲过程，大部分的人拢真相像。但是对每一个个别的人，特别的每一个个人，原来有伊特别的所在。敢若伊有，敢若伊经验会到，至少敢若伊家己感觉，伊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咱若搁转来看传道书即章话咧，甲咱讲的，有时什么，有时什么，咱来想，真正是安尼。大家人生的过程所会去遭遇到的，真相像。有诶，你无拄着。有诶，你拄着，大家真相像，但是对特别的人呢，所以这张圣经真做差不多伫每一个人生的阶段的中间，大家会去想到。牧师为什么选这个题目甲这张圣经？是因为咱太阳历的时年拄拄过，搁来伫要过年，时间是人生命中间。每一个时点的注解，也是提醒，通过季节的变化，通过年的时间点，人真自然会伫遐去翻头看，甚至人会伫遐头前看。人生的内容真相像，但是每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、态度。却可能无共款。咱是有上帝的人，咱是信主的人，咱的看法甲毋捌耶稣的人会无共，甚至咱这基督徒中间嘛有无共款的看法甲人生的态度。所以，生命是时间甲中间会发生的这事件的一个过程。所以，若是时间、事件的过程，人常常拢会回头来看，过去发生这，
看见家己人生性命的脚迹，踮咧遐来想讲，我嘛会当搁做一摆选择，我要安怎？也是讲啊，好伫家在安怎？对我来讲，我最近定定，甲我的囡仔，甲我的新妇咧讲的是讲，啊，一个孙仔，一岁外连抱着都还无，有够怨叹，因为伫纽约毋敢转来，我嘛毋敢去，我就甲因讲，啊，我即马已经退休了，阮伫马街朋友65岁就爱退休。但是退休了，病院若讲你还阁会堪要用，啊，则阁甲你骗到70岁。所以我甲阮的囝讲，哦，我回头看吼，哦，日子愈来愈济，啊，若头前看啊，愈来愈少。伊听无，伊讲你甲我讲这要创啥？我咧甲提醒就讲哦，我的日子啊，甲你的日子无偌济，所以咱是毋是？会使有搁较济的机会，逐个好好啊来看安怎咱的家庭的代志。咱毋若敢若会通回头看，伫时间的提醒，咱嘛往头前看。2020过去啊，2021即马开始啊，望2021会通来结束 COVID 所有互咱的遮个困扰。所以咱伫时间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回头看，会来往头前看，来得到提醒。回头看，就会看到历史。我若要讲遮个吼，爱尊重我上好的朋友之一，迄个读历史的。历史对咱真重要。咱回头咧看，看到个人生命的历史，看到咱的家庭，看到咱的教会。看到咱的社会，也是世界所发生的这个代志，咱要学习到的是甚物？我上爱路加福音这个精神。路加讲，遐个代志发生啊，大家拢咧讲。我家己安怎来看？看了有我的看法，我来整理，真做对我的意义。甚至若有机会，咱要讲，我来甲你讲。伊徛伫信仰的角度来看耶稣甲伊的关系，然后准备好来甲讲，耶稣就是安尼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对咱生命的过程嘛应该学习，亲像路加安尼的态度。不过，咱若要翻头看吼，会看到足侪故事。我超工用英语讲，这故事是 story， 啊，历史是 history， 差一点点啊。迄个意思真相像。历史就是足侪故事伫遐发生，累积起来。咱要安怎来看这个故事，真做是历史的一部分。伫迄个中间，有人有意见，有无共款的看法，但是毋通袂记哩上重要的是到底代志事实是甚物？对这个代志，你会使有你的观点，但是毋通袂记哩爱去敲找其中的意义甲真理。歹势，字了想出来。所以过去发生的代志，重要的代志，对你个人、家庭、基构、咱的教会、社会，也是全世界。所以若讲即个2020，大家共同一个题目 ，COVID 对咱的影响，即个新的肺炎的流行对咱的影响是啥？要安怎来想？但是今仔牧师无要用即个做重点。为什么咱爱回头来看个人生命所经历过，也是即个社会，也是即个世界所经历过？班门弄斧一下，我读过一本册，叫做《世界文明史》。
一开始，伊就讲为什么爱有历史？为什么爱读历史？伊讲三项。头一项，互咱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，过去一年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历史的记载。但是你千万唔通干那看讲这代志，你对迄个中间，你要看到什么事实？历史毋是干那叫咱看到发生什么代志，历史也要提醒咱，为什么咱即马会是安尼？即马为什么是安尼？是甲过去有因果的关系。但是读历史搁较重要的是要检采，互咱会通知影，国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会通超前部署一下，会通知影安怎来面对这个代志。所以这是汤因比、汤恩比所提醒，历史对咱的意义是安尼。我要甲伊讲，伫咱人生每一个阶段，上帝通过四季的运行、年度时间的变化，互咱停起来看时间、看历史，来想着这个，对咱个人、对咱的家庭、社会、对咱全世界所发生的代志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拢会提醒人用一个安尼的表来看你的人生的过程，咱的家庭重要的代志，咱的教会重要的代志，也是发生伫咱的社会这个代志，会起起落落，正面的、负面的，互咱来看见迄个过程。但是会记住，无论经过什么，时间拢是一直往头前行。咱的性命无法度回头倒转，所以咱对这个中间会通来看的是什么？咱的人生意义，甚至往头前来看见意向、理想到底是什么？有上帝的人，伫基督的内面有方向、有价值、有目标，这就是咱的信仰，互咱的。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安尼。所以当咱回头看到足侪代志的时，伫遐，我选这个题目吼，踏入咱的教会坐遐的时，看了心内不离安慰，孝顺恩典，献上感恩，因为一切拢是上帝的恩赐。所以牧师感觉袂歹，选这个题目，甲咱教会过来要想的真相像。往头前看，你要看到什么？所以，那安尼，咱一定想到这章圣经，保罗写予上疼惜伊的腓立比的教会，甲因提醒讲：我即摆的情形，恁知影我过去所做的，但是我甲恁讲，我看见伫我头前的理想目标是什么？咱无法度袂记哩，但是咱会放落。所以保罗伫遮咧讲的，袂记哩背后的，毋是真正袂记哩，是爱甲伊放落来，咱才有法度真正来看头前的。无你干那顾看后壁尔。上帝互咱有头脑、有记忆，无法度袂记哩遐个代志，但是却有法度互咱藏落来看头前，安尼过去对咱才有意义。历史互咱看后壁，是要互咱有能力来看头前。保罗伊家己的经验，就是甲咱安尼提醒。我翻头看这个，但是佫较重要的是，这会帮助我往头前来看，佫会通看真清楚。伫基督的内面，主耶稣为我安排伫头前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安尼来前进。我的人生回头看，往头前看，咱每一个人拢会伫人生无同的阶段来回头看，往头前看。特别
这个社会也是家庭有重要的代志冲击的时，大家拢会做着安尼的反省，讲那迄当阵安怎，即马可能会安怎，但是千万唔通袂记哩。那即马安怎，未来可能会安怎。所以伫时间的过程的中间，上帝通过时间，来甲咱做安尼的提醒。咱搁来看传道书的这章记载，生有时，死有时。伊咧讲的这个代志，其实就是迄当阵的人累积足久，大家伫遐看，咱的人生就是这个内容。无一定每一个人拢会经过逐项，但是这就是迄当阵因所看的人一生会行过，就是有这个。毋若干那对人的角度来看，人是安尼尔。这站圣经的智慧上重要提醒咱的是，要安怎来看？上帝予咱的性命是安尼。所以，咱讲智慧，上帝赏赐予人的智慧，就是人会通对咱每一个人个人，咱的中间所发生的这个代志，会来想到上帝伫这个代志顶面，伊对咱的带领、启示，毋望咱会通来做的是甚物？所以，若讲这个代志，逐项大家真小常，有诶。拢会经过，有几项咱无经过，但是拢总会通对这个过程的中间来学习到什么？这站圣经甲咱讲两个重要的所在。第一，伊讲通过这个，互咱豆豆学习到永远的活命、永远的观念是什么？永远的活命、永远的观念，是人甲上帝的连结。人的活命，毋是行完这个世间的人生就结束。人的活命，要甲上帝有结连。所以对咱来讲，咱咧讲永远的活命是甚物？咱安息了后，生命毋是结束，咱要转去天父上帝斗。所以。对人生的过程，咱豆豆会通学习到头前来看，看迄个永远的画面、永远的观念是甚物。所以，迄就是人生的智慧。上帝赏赐，互人对人生会通去学习到第一项的功课，对这个传道书所经历的，互咱学习到。但是，佫较重要的一项，对这张圣经。学习到的是我家放做今仔日讲到的题目，一切拢是上帝的恩赐。无论拄着什么起起落落，你领受的是什么？你的家庭发生的是什么？咱对迄个中间可能经过真济的困难学习，但是上帝。要互咱领受的启示是，一切无论起落，拢是上帝的恩赐。毋那安尼尔，伊续落来讲迄个上积极的是甚物？所以会通啉就去啉，会通食就去食，毋通廖准牧师讲安尼是叫你去啉酒，毋是。迄个意思是讲，享受上帝伫你的性命，伫你的家庭中间，互你逐款的恩赐，伫遐好好来分享。因为无论安怎，拢是上帝的恩赐。所以，这种智慧的话伫遐咧讲起的是，咱豆豆会通明白性命的意义，领受上帝的智慧，互咱来看人生。看咱的生活，然后咱安怎伫咧遐感谢、分享、领受上帝逐项的恩赐。
人生是一段时间的过程，其中的人事、利害、得失，足济。但是，咱要安怎来看？伊对咱的生命、对咱的人生的意义是甚物？即站圣经咧，甲咱提醒，唔通干那水平安尼来看你甲我，也是看我家己尔。人生的智慧是爱甲上帝结合来看永远的活命，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伫上帝面前的意义是甚物？所以，我甲伊题目叫做一切拢是上帝的恩赐，孝顺上帝的恩典，献上感恩。每一年到这个时阵，咱毋是干那咧期待年终奖金，咱咧期待是伫每一年的这个时间，咱安怎来受上帝的恩赐？台湾咱平均的寿命，即马差不多是安尼，女的、男的，前差差不多6岁，所以有足侪机关吼，咱会去找牧师，我伫遐做上久，所以甲牧师讲，牧师，阮遮有一寡男生，你遐女生上济，咱来安排机会，互因有机会见面，做一寡好代志。我讲真好啦，条件年岁啥物摕出来讲，然后我就甲伊讲吼，哇，阮遮吼有足济吼年岁较悬的，免哦，伊讲安尼敢好？我讲足好诶，为什么？我拢共讲吼，咱敢是讲什么白头偕老对无？伫台湾吼，我看见一个文章讲，台湾的咱的妇女吼，平均守寡10年，平均真正常啊。你若挑工嫁予比你较大5、6岁，佫活比伊较久，所以若平均吼，差不多10年家己大。然后有一寡女生甲我讲，吼，终于解脱了。不过，伫遮互咱提醒一个注意的，就是讲，咱安怎来看咱的年日孝顺，咱的年日要有偌济，来提醒咱回头看过去。然后，咱来看头前，所以我拄则有伫遐讲起，回头看日子愈来愈济，往头前看，重要的是，咱要安怎安尼回头看，往头前看的时，看见上帝的恩赐，来把握现在，随时做咱应该有的反应，孝顺家己的年日，来看见上帝的恩赐。往头前看，也是有真济咱应该爱来努力来规划，对家己，听别人，亲像咱家己。所以人生回头看，往头前看，伊只有一个方向。咱看见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咱看见伫面头前。我也有啥物代志会通来努力的？通过传道书即站3000几年前犹太人所领受的上帝启示予因的智慧来看人生的意义，在即个年头年尾的时阵，来甲咱提醒，对咱每一个个人、家庭，对咱身躯边。所要发生的代志，毋茫咱会通领受上帝的恩赐。三甲额头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通过传道书即站话，搁再一摆来领受你的启示，互阮知影人生会发生。逐项的代志，伫生命无共款的阶段，也会通过安尼，知影珍惜现在家己身躯边的人，阮会通把握的代志，甚至知影安怎
来看头前来计划，应该好好安怎把握，安怎来做，来孝顺你的恩典，来安怎来回应。恳求你特别施恩怜悯，互阮即个时阵，台湾甲全世界所拄着的即个大的问题，新的冠状肺炎的流行，会通伫你的恩典的内面，互人类科学医学的智慧会通紧想着控制、预防的方法甲作为。也互拄着这困境的人，会通得到你的怜悯甲医治。恳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对你遐领受的智慧，会通好好用伫你伫人生每一个时间点，互阮的提醒，佮知影安怎把握现在。来分享，互家己、互家庭、互厝边的人，你逐项的恩赐，感谢你。我靠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到来吟诗570首，祝上帝我坚固照看。请起立，吟全首。第一站。请坐，奉献，请陈述员来建议之书。
会场请起立。报告大声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上帝造万物，搁照伊的时真做美妙，搁从永远的观念，落伫人的心，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，人袂会切倒伊。传道书3章11节，请。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，人袂会切倒伊。传道书3章11节。咱来看咱的周报第一页，澳洲学士人员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教育部的课程主日2，周间各团契的聚会、小组的聚会。第3页，各小组大岛的事项。第4页，奉献的名册，请咱家己来看。然后顶台向咱中集。消息报告本主日1月17号是国内国外宣导的奉献主日，请为着事工来奉献大岛。中午12点7:01。教室来召开传道部会议，请部员出席参加。下主日第2场礼拜煞开合作社社员大会，合作社会提供便当，毋是社员离席的时，一人限领1份。社员请踊跃出席，咱备有纪念品。小会消息：教会防疫的新生活，咱先来家己来看。教会消息。第2点，公告2021年会友的名录已经伫迄后壁公布了哦。咱请咱家己来看，来注意。然后错误用办公室来更正。1月17号，今仔日顶半年受洗礼班哦已经开课啊。若要洗礼，请咱办公室来报名参加。上课的教室是702教室哦，702教室。第4点，教会乐龄关怀据点哦，咱1月开始每拜三伫701教室来举行欢迎咱社区长辈、相连团契来参加哦。伫上午9点半、9点30分开始。教界消息，竹中哦。中集联谊迎新哦，1月23号拜六9点钟后9点咱备有交通车来向简城长老来报名。第2，得胜者志工的训练情绪管理1月23号伫咱边仔义恩堂报名费是500块。到以上报告，请传传道来补充。介绍新的朋友。
弟兄妹大家平安。咱真欢喜今仔日陈牧师所带来即个信息吼，搁一届互咱知影上帝伫传道书当中吼，教示咱的即个属天的即个智慧吼。即声咱搁一届又拍写甲感谢。好，以上报告。上营386首。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会众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永远甲恁大家三甲伫地。阿门。请坐，祝歌。列岛。咱三个来行平安礼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